其实他年纪，我不知道他年纪这么大。你在说我们？我刚刚这样讲你，你这样讲我。没有啦，你们是从就是千年之恋嘛，然后因为第一次也是演就是像比较神怪片，那我也没有尝试过，其实这个是蛮吸引我的地方。我们那时候聊大纲的时候，觉得大纲的题材非常的特别，然后当然想呈现给观众的东西也不是只有孟婆和钟馗这么简单而已，所以在这里面就有很多，包括像是有一些鬼嘛，鬼在里面做了一些事情，那不一定是恶事，也有可能是好事，那我们可能会帮忙去解决啊，或者是参与这些部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给我觉得自己给我有很大的感受，就是活着要的是什么。OK， 我沉重了。就是对，就是活着要的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含义，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接了应该会蛮好玩。有，我就说，就是我感觉那好像是我小时候看的，然后我以为他年纪应该就蛮大，结果他才31。跟他差2岁而已。哪有？其实他年纪，我不知道他年纪这么大。你在说我们？我刚刚这样讲你，你这样讲我。没有啦，就是 OK。看哪一部啊？看哪一部哦？恶魔有。还有打篮球的。斗牛。斗牛要不要？对。那就不是拍的。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双栖动物的 MV， 因为我很喜欢那首歌。我说哇，在里面也太帅了吧！哇塞，帅，有帅。你平常会多准备一只手机？这是手机。对是谁？那你会让太太看手机的内容？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都不太会去，就是看彼此的手机。密码知道？密码知道，知道。就他知道你密码。当然这也知道。因为密码很好记啊，就是要大家好记的啊。让大家好记。就是我跟家人们好记的密码。对啊。像我的密码，我弟弟也知道，我妹妹也知道。真的。这么没秘密？对啊。你刚刚顿一下，我以为你要讲出来，讲出来了。不是，我说我弟弟我妹妹都知道我的手机密码。因为有时候就是，因为像我的电脑，可能我要叫我弟帮我用东西，他就知道说哦，我习惯用的密码是哪一个这样。没有必要的状况下，就是如果说有被拜托帮忙看一下简讯，或者是突然间有简讯跳出来，然后他人不在旁边，我就稍微看一下，就是跟他讲一下。但没事不喜欢啊。